倩姐，这个是给你的。什么意思？这里面有30万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钱拿去给你哥还钱。30万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哎呀，你就别问了。姨，我哪能随便拿你这么多钱？你快说，这钱哪来的？哎呀，你就拿着吧，先给你哥还钱要紧。拿着吧。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快挣钱还给你的。谢谢。邱总，你好。哟，孙倩，来，快来坐，来。啊！来。邱总啊，是这样，这个是上次我跟您说的那份保险，看一下。哎，今天呢，咱们先不谈这个业务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明天再谈啊。今天我确实高兴，啊，你呀，你要是想把这单业务谈成，那咱俩就得喝一杯，来。来。邱总，我不会喝酒。哎，没事儿，来吧，就一杯，就一杯。来，我真的不会喝。来，邱总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没事。邱总，您别这样。哎，孙倩，你看你，大家都是自己人嘛，啊，不要那么害羞。我知道你们跑业务的呀，也都不容易，但是这是不是没有办法吧？啊，你们是吧？想把别人的钱放在自己口袋里，那你总得付出点什么。邱总，邱总，你别这样，邱总，干嘛？不给面子是吧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装什么装？我告诉你，保险公司有的是，我邱磊从来不缺你这一单。你要是不想玩，就别来跑业务，干不起别干，滚！少在我面前装清纯。今天的事儿真的太谢谢你们了，你们放心，只要这个项目一开始启动，你们的款马上就还给你们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你的人品我们放心。你们说的这个项目啊，我们也很感兴趣。如果有机会，让我们也参投吧。必须的呀！那今天我就不影响你们玩了，那我先走了，你们继续玩啊。拜拜。孙倩，怎么了？邱毅，孙倩，你明知道秋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为什么半夜自己去找她呢？说啊，是不是你们家那个张实在又惹什么事儿了？他借高利贷了。什么？今天债主都到家里来了，把家都给砸了，还拿大豆子威胁我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张实在真是个彻彻底底的混蛋。我真不明白，孙倩，你怎么会到现在还想不通呢？你的婚姻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幸福可言了。他张实在
但凡还有一点点出息，我都让你们在一起。可是现在呢？说吧，欠了多少钱？你别管了你说。 ，30万。拿去还呢？我不能再要你钱了。高利贷的钱必须要还，这是个无底洞。如果你今天不还，以后你卖保险卖到死，你也还不清。这个钱是我跟我同学借的，本来是给大成做项目用的。哎，反正现在也不差这几十万了，拿去用吧。健健呀，这个家呀，多亏了你，就属你有出息。妈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哎，嫂子回来了吗？你管那个扫把星干什么呀？他不回来我还省心呢。哎呀，这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呀。健健，妈心里知道你苦，对不住你了啊。你可不要跟你妈和你哥计较呀。你哥这一辈子呀，运气不好，也就这样了。以后呀，妈不在了，你可要多帮衬着你哥点儿啊！妈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不管怎么样，我跟我哥也是亲兄弟，你放心吧。是啊，妈，等哪一天我翻盘了，我就去做大事业、做大生意，让妈您呀安安心心在家享清福。哎呦，难怪是两兄弟啊，哄得老太太我呀门牙都合不上了。哥，你那30万我已经替你还上了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你以后千万不能再去赌了，赌博真的害人，利滚利，你一旦进去了，根本翻不了身。哎，妈心里也惭愧呀，真不愿意你哥这边总是拖累着你。哎，健健呀，这个家就全靠你了，你可要争气啊！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果儿，这个还给你，谢谢啊。你怎么不把钱还上呀？你知道这一天利息有多少吗？这钱已经还上了。你哪来的钱啊？是健健还的。张健健？不可能，他才上几天班，他哪来那么多钱啊？但是钱确实是已经还上了。我可不相信他有这种能力。我也是听我婆婆他们说，好像他最近啊跟一个很有钱的女孩子在谈恋爱，估计是管人家借的吧。他张健健真当小白脸啦？唉，咱们别管别人事儿了。你们家那张世代怎么样了？还是在赌呗。这种男的，赶紧让他滚蛋啊！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现在又怀了。妈，健健回来了没有？健健这2天公司加班，从早忙到晚，好几天都没跟我们打正面。妈，能不能让健健再给我弄点钱？啊，你已经欠你弟弟30万了，你现在又没有工作，整天在家闲着，现在你又要借钱，你还得起吗？妈，我这不是想挣钱翻身吗？我现在这个当儿就是想以最快的速度把健健的钱还上，所以才这么想的。妈，要不然你借我点钱？嗨，你妈我个老太婆哪来的钱呀？哎，该不是你又去赌了吧？天哪，你真是不可救药了！哎呀，这个实在呀，你千万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你这样天天的赌下去啊，咱们这个家迟早都被你败光了。哎妈，你懂什么呀？我这是要挣钱翻身。哎，我有了钱，我开饭店做生意，给您买房子买车，您不也舒服吗？您就舍得那些混蛋天天在我背后手指戳我脊梁骨啊？哎，妈，您也帮我想想办法，给我弄点钱。
这要是其他的公司，我也就笑一笑。但是他们公司是我们这个项目最主要的投资方，财务报表居然是这个样子，这还怎么合作下去？也不是不能够再找其他的投资方，但是这个项目的进度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在时间内向集团汇报的话，集团就会追究责任。到时候不光是我这个总经理，所有这个项目相关的人员，包括特招进来的助理，都会受到牵连，甚至走人。我真的没想到，他们公司的财务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。沈总那里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财务？怪不得之前要你去他们公司帮忙。咱们说心里话，一个女人在职场上确实是不容易的。一方面，她们要表现出比男人更刚强的一面，但事实上，她们是无助的，是需要帮忙的。这个时候，又能怎么办呢？怎么程总现在对我这么好，真是莫名其妙。难道他知道我和王可可隐婚的事了？这也不对啊，那知道了肯定会开除我呀。哎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沈总，你怎么哭了？刚被老齐骂了一顿。小俊，你有时间陪我聊聊吗？我只想跟你说说，我们之前可能有些误会。我对你的好感，只是因为觉得你很亲切。有些我不能跟别人说的话，我可以跟你说。我知道，在你的眼里，我是一个带着光环的阔太太。可我真的不是，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靠我自己挣的，没有人有义务把钱放在我的面前。就说咱们合作的项目，这是我做的最大、最用心的一个项目，我注入了我的全部。我要是输了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哎呦，我们家小俊要是真的经不住诱惑，他要是真的有了婚外情。那我儿媳妇也没了，儿子也没了，那我就真变得一无所有了。哎呦，只有这个王可可像个傻大妞似的，她怎么什么也不做呢？我得找老王去。其实，齐太太只是一个虚名而已。我跟老齐这些年一直都相敬如宾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家人。我更不是什么葡萄的后妈，我只是他们家捡来的一只流浪猫。我跟着老齐出入各种场合，为的就是学习怎么做生意，用齐太太的名义做生意会更加方便。可只有我知道，我这些年有多么的孤独。我一个女人撑着一片事业。外面的人还都以为我是看了葡萄的爸爸，享受尽了所有的荣华富贵，可我真的不是这样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做项目？我还一直以为沈总还是一个女强人呢。强？我强吗？我都快撑不下去了，我强吗？我现在四面楚歌，我的投资方让我拿出利润，我的合作方你们的程总每天都找着我，让我拿资金。我只是一个女人。小俊，你回来帮我吧。沈总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帮不了你。我也有我自己的困难。
我理解，你肯定有自己的理由，所以我就注定是一个失败的女人，到最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帮我，是吗？沈总，你别想的那么坏，肯定会有人愿意帮你的。我还能怎么想？齐家已经给我最后的通牒了，如果1个月之内这个项目没有任何起色，他们就要赶我离开齐家。小俊，你帮帮我吧。沈总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帮不了你。沈总，沈总。哎，老王啊，我上次让你问的事情，你问了没有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哎呦，你怎么给忘了？就是可可和小俊隐婚的那事儿啊。哟，我忘了。哎呦，你真是忘了呀？你这人真是够可以的。哎，你是不是每天就在这儿闲坐着就喝茶呀？什么正事儿都不弄啊？我怀疑你是不是真的老年痴呆了？嘘，别乱讲，这是医院。我要老年痴呆，还能在这儿给人看病啊？瞎说什么呀？是啊，那你抓紧问呐！我跟你说啊，这隐婚真的是大事儿，这引着引着下去就会出大问题的。哎呀，我说亲家母，你们都不嫌累呀？都半个钟头了，唠叨的这，您放心啊，我找时间肯定去问。你就光说问，那你现在就问呐！你打电话，现在就给你女儿给可可打电话问呐。哎呦，人家可可现在上班呢，等我有时间，她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肯定就去问。哎呦，我发现你这人真是一根筋啊，真磨磨唧唧的。你还医师呢，我跟你说啊，要是我是你们医院的院长啊，就让你提前退休，真是老年痴呆了。我真受不了你就是有病！哎，我现在郑重宣布啊，你确诊就是更年期心焦气躁，沾火就着。我更年期，你老年痴呆好不好啊？在你这儿根本待不下去了，走了。哎呦，我还不需要你来打扰我工作呢啊！哎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不是，老王啊，我走不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真是老年痴呆了，你不怕你们院长真的让你提前退休啊？快走吧，快走吧，走吧，回去吧，去。我发现你真有病。小军，妈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小军啊，你刚才抱着的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啊？她是我们的一个客户。客户？不可能吧，小军啊，你不能骗妈妈，你要骗我的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她真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客户，她刚刚被车撞了，所以我把她送过来了。你怎么知道她被车撞的？你怎么看见的？她刚才过来找我有点事情，我俩就起了一点争执，所以……哎呦，小俊呐，出了多大的事儿，人家能为你撞车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跟妈妈说。行了，妈，我一句话两句话也跟你解释不清楚，我先上去了，回家再跟你解释啊。你跟我说清楚，小军。给葡萄打电话，但是这要是打了，我该怎么解释呢？他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下班之后能不能回家还不知道呢。哎呀，真是急死了！护士，他人怎么样？没什么事。还有一点皮外伤，需要留院观察一下才行。你是她男朋友吧？放心吧，她没事的。这是缴费单，去缴一下费吧。
怎么会这样？哎，哎呦，你要干嘛呀你？我发现我要不问可可，啊，你就不离开这儿了是吗？不是，你想哪儿去了？你真够可以的，你是不是老年痴呆了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真是！我看你心情浮躁啊，肯定是更年期。哎呀，你少说话吧，你真是。哎，你干嘛？回来，中医门诊在那边，那边是内科，你去那儿干嘛呀？我从哪走你还非得管我呀？不行，你不能走那边，你走这边。我发现你真病得不轻。喂，老公，你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那你在哪？我在公司加班呢。加班？那我走的时候你怎么没说？就是公司那个游艇项目那个审计表有问题，可能有一些要改动。我在公司加班，这事还挺急的。问题不大吧？那你好好做。有什么需要的，还是有什么问题，你赶紧给我打电话。好，那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小俊，可可。哎呀，妈，哎呀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，是啊，我这么晚了，小俊还没回来。啊，他在公司加班呢。又加班？怎么了？不行，这事儿千万不能告诉他。就是啊，就是啊，他为什么老加班呢？也是啊，就是需要加班了。这个，哎，可可啊，你自己也要注意啊，要注意你的身体啊，保持心情快乐啊。那个，总之，那个，你要保重啊。不是我也是哈。我这闲的，你看我这闲的来溜达，没什么事儿啊，可可。那我先走了，你自己保重啊，保重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。更年期真可怕。你干什么？太不像话了！什么呀？你在做什么呀？妈，这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那是我想的什么样子？小俊呀，你要注意啊，你是已婚人士。我知道，妈，那你说怎么办？现在他人在昏迷当中，我总不能去把他摇醒吧，对不对？而且现在护士都休息去了，护士让我照顾他的。你要是看到了，那你看清楚一点行不行啊？不是，我当然看清楚了，你拉着他的手，小俊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不能骗可可呀。这件事情要是让可可知道了，那得闹成什么样子？更何况你是在可可爸爸上班的医院里头，这要让可可爸爸知道了，你百口莫辩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这不是怕可可担心，所以我才没有告诉他吗？哎呦，你真够可以的！你，对了，这女的看样子年龄不小了，也是已婚人士吧？人家还没结婚呢。没结婚，啊？是不是她送你的那件衬衫？你怎么又提这件事情啊？是，但是衬衫我已经让依依给卖掉了，对不对？你还提它干嘛呀？他送我衬衫那是为了他感谢我，我是代表我公司去他那里工作，我是帮了他一个大忙。但是我发誓，我跟他什么都没有。妈，我求你了，你赶紧回去睡觉吧，这都不早了。不是小俊呐，你可千万不能做对不起可可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一会儿他醒了，你赶紧把他家里人叫来，你不能在这儿陪着他了，知道吗？
我知道了，你赶紧走吧。就送你到这里吧，这段路你就自己走回去吧，我怕被别人看到了，对你影响不好。谢谢你，小俊。昨天送我去医院，又陪了我1个晚上，今天还送我回来。这没什么，如果别人碰到，别人照样会这样做的。真的不一样。先别说这么多了，你赶紧回家休息去吧，一晚上没有回家，家里人肯定担心你。我也该去上班了。来坐。你昨晚上去哪里了？哎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我昨天出去的时候，发生了点意外。你没事吧？是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的？不记得了，我昨天晕倒了，等我起来的时候，已经在医院了。在医院？那是哪个好心人把你送去的？我得去谢谢人家。我不记得了，我醒来的时候，那个人已经不在了。老齐，我有点累了，我想去休息。哦，好。老婆，你怎么这么早啊？你不是加班吗？一大早跑哪儿去了？哦，我刚出去吃早点了。你吃过饭了？嗯。那我还心疼你一晚上加班没睡好，给你煲的汤，趁着一大早没人给你送过来了，你快把它喝了。好。谁啊？一大早给你打电话？那个推销的，所以我就不想接这个电话。又是那些卖保险的，最烦人了。哟，来这么早啊，特助，您这拿的什么好东西啊？没什么，就煲了点汤。哦，特助就是特助，真是懂得生活的好女人。谢谢柯姐。早。哎，今天来的够早的呀。哎，你有没有闻到咱们办公室里边有一股香味儿？你喷香水了？什么牌子的？什么牌子的？我是说汤的香味儿。汤啊？没有啊。我没吃早点，我闻着这香味儿我就饿得慌。哦，我怎么没闻到什么汤的味道？哎，
刚才王可可拿着一饭盒，里边装的汤。你们俩都来这么早，你们俩不会有什么猫腻儿吧？我俩能有什么猫腻啊？啊？王可可来了呀？她什么时候来的呀？不是这，不是你别跟我装啊！你们俩肯定你我俩啥呀？我俩能有啥呀？我有什么好装的呀？你赶紧去工作吧。这是办公室，你这样传瞎话，这别人还以为我俩怎么了呢？不是，我传什么了我？老王啊，我今天来是想郑重地问你一个严肃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关于男人的问题。男人的问题？对。什么？不是，美贤，你这咱俩坐这，你这不给我说这男人什么？老王，你想哪儿去了？你这就想到不正经的地方去了。我就是想问一下，这个关于男人对婚姻呐、对教育孩子的一些想法。男人的想法？男人的想法。那个什么，那美贤，来，你把手给我来。哎，这说着说着还动上手了，你这太不正经了。哎呦，我是个医生，我是想给你爸爸。我没病。那是我们家可可又让你生气了？没有，可可最近对我特别好。老王啊，就是你知道的哈，就关于小俊对吧？我就是想了解一下。这个单亲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，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？你说的真对了。你看，你像我们家可可啊，我觉得她从小就挺可怜的，那么小就没妈，是吧？你说我再怎么努力，我一当爸的，也代替不了妈，你说是不是？就是啊，那跟小俊的情况是一样的呀。小俊从小就没有父爱。老王啊，小俊会不会有恋母情节？哎呦，你这就是多虑了啊！小俊这孩子，这是没问题。我跟你说，孩子成长的家庭固然是重要，但是呢，还是要靠他自己的。是，他们两个人都是好孩子，但是他不一定能把婚姻弄好啊，对不对？别回头像你和你老婆似的，再都是不成功的婚姻。那个，咱们不提我的事儿啊。是，可以不说你的问题，但是呢，就可以总结你和你老婆的失败经验。所以呢，就是说，这个男人呢，对待婚姻，他都有一些什么问题？男人能有什么问题啊？是不是所有男人必须经历出轨这事儿？呸！净胡说！男人为什么要都出轨啊？我就是男人，我就从来没出过轨。可可妈走那么多年，是吧？没有是吧？就因为我是有责任心的男人，我是要以孩子为重。有些事情，你作为男人，你就得忍住。哎呦，行了，老王，我不关心你出不出轨，我是在关心我们家小俊。你这什么呀？你们家可可是不是比我们家小俊大？您娶回去的儿媳妇，您自己还不知道啊？对呀，那个女人也比我们家小俊大。哪个女人啊？就是可可呀，比我们家小俊大。那女人不错，挺好。废话，我女儿，当然了，这不是我闺女吗？是。老王，你应该知道的，我家小俊大学的时候，他那个班主任比他大，对他特别好。哎呀，你怎么又扯到这儿来了？那小俊不是早说过吗？那是人家的学姐，人俩关系不错，后来留校当班主任了，人家两个人谈得来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不是啊，老王啊，你怎么就没发现呢？我们家小俊从小到大，凡是跟他有感情关系的女人都比他大。我发现你没事，怎么想那么多呀？行了，别老操那么多心。要我看哈，可可是比小俊大，但是两个孩子相见就相爱了，相爱就结婚了，怎么了？是。哎。
你不会拿这事儿说出来？我们可是大龄女青年吧？哎呀，我没那意思，老王。这个年龄大呀不是问题。你看可可和小俊，他们2个人相亲相爱啊，把日子过好不就行了吗？是，你说的呀都在理，但是老王，你说这男人出轨了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哎呦喂，我求您了，能不能不提这个问题呀？我老王从来没出过轨啊，是他出轨。你要问就问他去，别老说我，行不行啊？这再说一遍，我不关心你。哎呦，跟你真没法交流。哎，老婆，你做的鸡汤真的是太美味了，不过差一点就被袁经理发现了。那你小心点，这个人最讨厌。是啊，现在办公室人多嘴杂，那下次你就不用再给我送到办公室来了啊。那好吧，反正某些人这样没有口福了。不行，回家给我做。哎，我先去工作了啊。妈，哎，可可啊，你今天晚上下了班以后直接到我这儿来行吗？哦，那我和小军一起来吧。不用了，你自己来就行了。好吧。美凤啊，我要问你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。你说这男人出轨都有些什么表现呢？